再来新闻来关心南投的消息，南投民间国中的七品领队呢成立无几年，也不伫全县的音乐比赛伫团体组已经连续4年得到优等第1名。因为这疫情关系，全国音乐比赛已经停办2年2冬啊，再加上因练习的时间真有限，佫摕到咧南投县的代表团、老师甲学生，拢希望讲会使伫全国音乐比赛佫创造好成绩。 民间高中的乒乓队伫全县的音乐比赛连续4年摕到第1名。不过学生伫兼顾学业的状况之下，每礼拜敢若1天的时间会使练习。以兴趣为主，那我们是来玩音乐的，而不是为了比赛来吹奏的。参加子弟队这件事情，就让我感到很开心。 为了让乒乓团的乐器更加齐全，地方企业嘛赞助民间高中乒乓队将近100万的乐器等等的设备，才会当让学生好好训练。很感谢，就是师生跟社区大家一起的努力，有今天快乐的悠扬琴声，这个是非常开心的事。4年级的时候加入子弟队，然后就一直吹自己吹到现在，然后很谢谢他们买这个乐器给我们吹，然后也带我们出去比赛，然后比完赛也会带我们出去吃东西。 因为疫情，全国音乐比赛已经停办2年，希望今年会使顺利举行，让民间高中的囡仔一个观摩成长的机会。